找你。伫狂欢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要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见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圣诗64首，喜乐和平儿，为万族出世。有博士对星来捌你，对东西远途来拜跪，对你面看见喜乐和平儿。大家请起立吟全首。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手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舞。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面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上帝，阮的主耶稣，全百姓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学落伊的名，用学落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因为上帝是创造万项物的源头，咱是伊所竞选的百姓，咱是伊的手的羊，伊是咱的大牧者。主将一切恩典白白赏赐予咱，咱来做啥物，通好得到主的欢喜呢？圣经有
清楚甲咱讲，咱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也着爱照主所教导，咱要听厝边亲像家己。伫人的需要，咱尽力来帮助。圣经安尼讲，做伫至微细，就是做伫主耶稣。求主帮助咱，互咱用讲的、咱做的，拢会当合主的心意，帮助有需要咱的厝边。到迄日，咱见主的面的时，无论是1,000个、2,000个、5,000个，咱拢会互咱的主耶稣讲：好啊，好搁尽忠的萝卜，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制，通我入你的主人的快乐。主啊，圣神求你帮助阮，因为你的百姓，阮是软弱的气躯，需要你的扶持帮助，互阮所做所行会当合你的意思，互得到你的感纳，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的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央五地区主日，欢迎詹正治牧师前来本会讲道、请安、报告甲问候，敬请兄弟关心大道甲踊跃奉献。第二项小会公告，第一小项，本会定伫11月21日起召开临时复会，举行第22届乡级选举。本次预定选出长老10名，执事25名。第二小项，本届中级候选人名单，请看周报第9页。长老候选人17名，执事候选人34名。敬请候选人伫11月7日前提供2寸上届近的相片，以方便来编印选票。也感谢合作。若经过祈祷以后，有缘感觉讲暂时无方便，正做本届候选人的，请亲自陈建岳牧师来报告，互伊通我处理。为何选举的过程一切顺利平安？本会特别举办21天连锁禁止祈祷，自11月7日，就是明仔载开始，到我11月21日。若是有负担的兄弟，请伫本主日前，伫公告的公布栏遐参加登记的时间。第三项，由创教会公告，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已经恢复为实体，也有线顶即种作业平衡来方式来实施，请兄弟留意遵守防疫的规范。第四项，本会下周主日暗时8点召开11月份中集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举行首长甲动工仪式。第五项，下周主日11月7日是平生团契的主日，欢迎吴国华牧师甲卢安佐传道前来咱的主堂甲敬拜中心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备万心奉献甲代祷。第六项，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定伫11月7日甲12月10日举办，是6个主日，下晡时是3点到5点。欢迎各小组本主日前推荐慕道友参加，报名详细看周报第8页。第7项，本会定伫11月7日礼拜日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的活动。时间是早起时9点到下晡5点，地点是伫咱教会副堂的头前。请关怀的人带身份证前来排队关怀。关怀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关怀时段嘛有征调志工，请小组长即是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大项具体的消息。成人牧区定伫本主日下晡3点半，伫王牧师的家庭要来召开会议，敬请成人牧区的小组长会当准时来出席。
参加。第二项，教会圣歌队定伫11个初六，即个拜六暗时8点要举行下一届干部的选举，敬请关心甲台岛。第三项，影音组定伫11月13拜六，12个至12个初4拜六，每拜六早起时10点到12点。12个初十是拜五暗时8点，12个12是礼拜日上午9点10分，举办摄影导播课程，地点伫咱的主堂。欢迎有兴趣的兄弟线顶115办公室来报名。第四项合作社，第一小项，社员消费性低利率的贷款15万，年的利息是3.6%。到我11月30前查止。第二小项，社员在职军公告贷款30万块，利息永远是年息3.6%。到我11月30日前查止。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也是转台合作社洽询来办理。圣经，这是请大家来看。我来恭读今日圣经是伫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0节，请大家来看。我来恭读。当人子伫伊的荣光甲隆重的天使来的时，伊要坐伊荣光的座位，就一万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请就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迄时，王要甲正边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进前来承接过，就是对创造世界以来甲恁陪伴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汤巴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里，你来找我。迄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候？阮什么时看见你枵，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汤巴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找你？”王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兄弟姊妹世一个，就是行伊伫我以上。讲道，咱请真正字牧师，今日讲题是：我枵恁互我食。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主日会当搁三甲伫圣殿敬拜。咱即礼拜特别关心。伫世界，因为即马极端的气候的变化，有足侪不管是自然的因素、人为的因素，导致到足侪夭折的问题吼。咱若想看卖讲，有足侪人真正是无物件通食，营养不良，这细囝吼就无通生存。咱感谢上帝，对咱顶落教会。前个总干事张德谦牧师因有发起招募来成立一个夭折对策的这个协会吼。今日伫咱中间的詹正地牧师伊就是执行长。伊进前是伫基督教福利会做执行长。虽然伊年岁加我5岁恁知影，但是佫足活力足少年伊较早是台南新南我的学长伊唱歌足好听所以头拄要吟迄首诗歌咱毋捌吟370首嘛足少吟。讲这你敬的就请你来教因为是牧林合唱团真水的一个团员较早台南新南院有真水的这个男声的合唱团詹牧师。伊有足侪恩赐，感谢上帝会当使用伊伫各方面，除了牧会，也会当伫
整个社会服务，甲整个对世界的问题，所以咱会使去真欢喜伊甲林树良长老也帮伊来做一寡义卖，为着即个协会所要推动一切需要经费，希望咱会当关心大道奉献咱要请伊来分享上帝话，咱拍破欢迎伊感谢主。多谢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伫这个所在，甲大家参加敬拜上帝，分享上帝话。嘛真正感谢咱的教会容允我，伫这个所在来报告分享这台湾国际基督教对策协会的事工。所以咱大先上按头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你用你丰盛的恩赐的恩典，赏赐阮无共款的恩赐，互阮伫无共款的职场、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负担的顶面，真正拢做出贡献，来荣光主你的圣名。恳求你施恩赐福伫阮众大家，互阮伫日常生活的中间，虽然小小的行做，却真侪人会帮衬，互阮所做真正归荣光主你的圣名。搁利益伫大家，当阮将这个讲段分别做成，愿主你施恩赐福伫义昌教会牧长以及所有长职兄弟姊妹顶面，互因伫这个所在为主你来做水的见证，伫这个所在起做搁较荣耀的祭坛，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汤米，伊伫咧写伊的历史的要义中间，伊咧讲一句话，伊讲一个文明，也是一个历史的延续。迄个文明会通继续，袂通继续，甲迄个时代的人，在回应迄个时代的挑战，是毋是会当做适当的回应？诚侪迄个文明会当继续，袂当继续，一个要紧的因素。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兴旺，其实嘛是在讲一项，就是这个时代，也是每一个时代的兄弟姊妹，伫迄个时代提出挑战的时，这个教会安怎样来回应迄个挑战？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伫迄个时代所处的环境的中间，因所面对的问题，伫教会中间安怎来回应？这诚侪教会兴旺衰微，一个真正要紧的一个要素。我伫2002年的时，到伫英国迄个 Manchester 去做访问的时，第一次访问的时，阮再去透早起来，到伫迄个公园，伊伫迄个 Manchester 迄个曼彻斯特有人形容伊是树林的都市啦。所以阮就到伫迄个大所大迄个 King College 边仔的所在有一个足水的公园，阮就入去，迄个公园足大，所以阮就行，看见有一间教会非常的悬，迄哥德式的教会，足水，所以阮就行，迄个十字架就直直吹，行要这个方向就吹去。到位的时，阮看见果然真正水。所以伫迄个有一个桥，桥边有写一个牌迄个牌写啥？写介绍这间教会。所以阮想，这间教会真是水所以阮就入去参观。总是阮踏过迄个桥了后有两三个迄款很高壮的迄个真大汉的人就撞来问阮讲，有啥物通替恁做啥物无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讲这口气哪像啊？无啥物优先对无？所以我讲阮大家是咧观光阮对国外来，来看恁这间礼拜堂有够水的这间礼拜堂啊？伊讲这是私人的产物，这毋是教会啊。我讲这是十字架呢？伊讲对啊，这是因为古迹，所以阮袂当拆。原来迄间教会是哪？是已经卖互迄个夜店啦，咧啉酒的所在啦，车花宴乐的所在。所以我咧问迄个当时因的国际干事讲，为什么教会变做安尼？伊讲无法度，因为迄个教会已经900年的历史真侪拢爱修理，会友拢直咧直无去所以迄间教会无人咧聚会，总是总会就爱去去修缮迄间厝。
所以为着安尼缘故吼，已经无迄个气力啦，所以阮就迄间教会卖掉。所以伫迄中间，我会记伫迄中间有一个真深的感慨。伫遮当工的中间，就是讲，咱的教会，台湾的教会，甲当时伫迄个18世纪、19世纪的时，遐个宣教运动对英国来到台湾做宣教运动，遐个宣教师，当时遐个教会遐尔兴旺，总是到今仔日，才会变做安尼。所以伫迄中间，我去想着传味一句话，伊讲历史的文明，若是会当对当时代提出回应，迄个文明就能继续发展，甚至搁较伟大。咱的教会共款，咱伫即个时代有啥物款的问题？咱的教会，咱的兄弟，伫即个时代，咱安尼回应这问题，我相信这诚侪一个教会成长、教会发展、继续荣耀的一个真要紧的要素。伫昨昏我到伫要来南部的时阵，因为顶礼拜南投教会，我是南投教会出身，所以伫这中间，咱嘛有南投教会迄个英礼者吼，伫咱的中间。所以伫迄中间，我等于南投教会做事工分享报告的时，我足意外去看一个人，迄个人今年100岁，就是赵伟牧师娘。咱捌赵伟牧师的举手。哦，还有几个捌人哦。伊是伫台湾教会真正要紧的一个历史的人物。伊为着要救人，死伫要救一个人红毛炎，所以对南投开车要到伫二林的时，伫半路因为伤忝，所以弄着树死去。所以死去的是55岁。我常常咧想讲，我今年70岁，安尼我会通比伊做较济啥物无？有比较济啥物物件无？我想想无，总是有一点，互我对伊真好的学习，就是伊伫少年的时，伊过身是55岁，所以伊伫少年的时，军队挂彩机会的创设人孙立莲，孙安国牧师娘，在做挂彩机会的运动的时，的工作的时，伊写一篇文章，伊讲我甘愿做戆人。我甘愿做戆人，所以伫一世人的中间，拢咧做戆人，总是逐所在为着主的缘故，甚至拼命到安那，到伫死。这款的精神，深深影响着真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所以伫这中间，我感觉讲，咱伫一世人的中间，为主咱信耶稣基督，总是信是一回事，总是迄个回应你的信仰，其实是更较要紧的一回事。所以伫这个中间，我昨去看的是，伊100岁，伊前无偌久的阵拄拄跋倒，所以跋倒了后，开始因为老大人袂堪去跋倒，所以跋倒了后开始直直衰微。我去看的是伊倒伫温床，我去的是足欢喜的。伊查某囝甲我讲，伊拢叫我这个较大汉的，这拢叫阿弟贤啊。伊讲阿弟贤啊，等下阮妈妈吼，迄。后夜金哦，若甲你讲啥时候，你中伏搁中伏的时候，正常现象，我知影。搁一项啥？伊吼会日日人袂日日人哦，爱看你的机会。所以我去的时，甲伊讲，后夜金，你知影我是啥物人无？伊想半步，你伫台北来，总是忽然间嘛袂记你名，总是搁经过一段时间你是啥物人？我拄着好的机会。伫迄个中间，我甲伊咧对话中间，虽然是真简单，无度做深入的对话。总是伫迄个所在，我咧甲伊讲伊咧甲我讲阿弟先啊，我已经无久啊啦，总是我甲我讲一项，我讲伫济南教会嘛有一个100岁的阿嬷，要伫圣歌队，要参加圣歌队，佫会solo咯咧。我讲你会唱歌呢，无咱等下来唱歌，所以我就开始。甲伊三到唱640首，伫咧金牛好歹是主所定。伊直直唱，伊嘛甲我做伙唱，虽然无真大声，总是唱的时候，伊的面貌安那，有光啊，真正有光。所以这中间咧讲起一项，伊伫迄个因两夫妇伫伊的一生涯中间，一个是只有1半那丁，总是100岁。伫这中间，因为主做水的见证，诚做正人信仰的模范。
另外咱嘛知影有一个人，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这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伊伫走闪迄个纳粹希特勒的追杀的时，伊伫迄个中间，伊讲这希特勒是哪？是撒旦的工具。所以伫迄个中间，因有遮个国家的地下人员，这个百姓，暗杀希特勒，总是真困难。所以代志爆发了后，伊就人就甲伊较紧甲伊送去美国。总是伊倒转去美国，伊要转去的时，伊讲一句话，伊讲我若袂当甲我的百姓三甲受苦，我都为着真理做见证，安尼我袂堪得成做主的学生。所以，佫倒转去的时，伊伫遐参与伫遐的地下运动，要安怎样，互即个国家变做一个真正有真理、有自由的所在。伊有一本册，伫遐写讲，耶稣基督呼召我是为了伊来死。耶稣基督呼召我是为着伊来死。即句话哪亲像一个真失望、绝望，因为死是一个关卡，是一个人生的终局。伫即个中间，伊讲呼召我来为着伊死。嘿，咱台湾的有一句话真粗俗讲你咧替人死，做这替人死，安尼意思是啥物？无采工啊，对无？无采工，所以主耶稣呼召咱，毋是亲像人甲人迄个关系，是上帝恩典特别伫咱的身上，互咱诚侪伊的器具，三甲伫伊救赎的恩典的行动内底。所以伫这中间，潘霍华嘛诚侪伫读新学院的中间。我不知意外的一个真正要紧的人物。咱另外有一个见证，就是我去看一个电影，迄个电影是咧描述一个姊妹德蕾莎小女，伊受吊的过程。其中有一个互我真感动是啥物？伊对这个主角一直要求讲，请用我去帮衬遐个送养人，请用我去帮衬遐个送养人。总是遐个主角特别。印度大主教拢甲伊讲啥物？你的恩赐，上帝互你特别的恩赐是啥物？是教册。因为伊是受派伫即个中间做学校的老师，真好的老师。你上介好的恩赐就是教册，但是互你有即个机会，你着尽力伫上帝所互你的恩赐。总是伊伫遐感觉讲，因为伊特别出外去外口的时，迄加尔各答的街路巷尾，伫遐看起真正侪遮个。无依无我、艰苦病痛的人，拢无人咧照顾的人，伊的心真正艰苦。我若是一个基督徒，真侪耶稣基督学生，这个敢毋是我的责任嘛？总是伊无办法，所以主教就甲伊讲：安尼你去迄个大吉岭啊，因为天主教一个必胜的所在。所以伊就去甲坐火车去的时，总是伊坐火车上火车的时。看见伫迄个月台有一个老人，安尼倒伫涂骹，然后伸手，画啥物恁知无？咱看过伊的电影举手，德蕾莎，伫遐举手讲 water， 伊所需要是啥物？一滴水，一喙水，喙焦。所以伫遐说 water， 我若讲到这 water 的时，我就去真正深的经验。我是破过心肝，互人看的人，所以伫迄中间，我伫急迄个伫手术了后来恢复室，然后到伫加护病房对无？总是你知手术了吼，有一个现象是啥物？喙拢安那哒，所以我嘛真无力，因为拄手术足虚弱，所以吼我真喙焦的时无拍算，我的护士是互调去做紧急手术。的一个助理，所以你无办法，中间隔壁有一个护士，我嘛要甲叫嘛，叫袂到，所以我就用两只手吼，摇啥？摇迄个病床边仔栏杆对无？哭，迄个护士注意到，伊讲你要干什么？哦，足歹，因为一个人要照顾两个人，所以吼，你要干什么？我讲 water， 为什么我会除了迄个？破病的人伫遐讲，我听你敢知？因为我讲水哦讲袂出来，水因为喙齿啊呐，爱去拿上姜对无？水，根本哒，你根本嘛无法度发音。你讲水，我还要卷舌，所以我更加讲袂出来。所以只有啥物 water 哈，
敢若枝安尼托摕就出来对无吼？所以 water 会袂歹用。所以伊摕来是一杯仔囝，只你讲，你要分做20遍哦。迄出啊茶分做20遍，我叫我拿安落哦。其实伊活长身了，我规杯拢安那，拢入了。所以你迄中间 water 要紧无？要紧，要紧。食物要紧无？要紧。耶稣伫今仔日伫即个圣经才甲咱讲一项，伊讲伫末日审判的时伊要甲遐个人，甲遐个信伊的人，军队伊的人分别毋是讲军队伊就上天堂啊！你敢知？伫迄个中间分别做绵羊甲山羊，伊甲遐个绵羊讲一项，伊讲你今仔日会当甲我伫天国三角有份伫上帝为着咱古早创造以来，为着咱备办，为着咱即阵人，为着恁即阵人备办的宴席。因为这袂说咧种判决文的判决了后壁才写讲什么理由？伊讲因为我枵恁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这两项是生命身躯的生命两个真正要紧的需要。所以耶稣在讲起这个需要，用人的肉体的的需要排大先。总是后壁伊讲什么？伊讲我出外的是恁安那，互我住，无厝通住会死袂？恁会死袂？袂啦，无随时会死啦迄有当时是惊野兽来咬去尔，亲像雅各伫旷野。所以另外一项伊讲，我出外是恁互我住，这是一个安全的需要，敢毋是？安全的需要。另外一个是讲，我脱体是恁互我穿，你著去想着圣经内底讲无通穿的是，互伊一领衫真水的衫通穿是啥物人？浪子回头有无？迄个老爸甲伊讲伊甲老爸讲，老爸，我用得罪你，我得罪上帝，我得罪你所以我袂堪你做你的囝。总是伊的老爸叫伊的老婆甲迄个上水的衫摕来互伊穿。犹太人对衫是代表伊的尊严，代表伊的地位，是代表伊的心理的满足的需要，迄个自尊的需要。所以这个自尊的需要无衫通穿嘛袂安怎啊？总是迄个中间在讲起心灵的要求，嘛是耶稣基督所重视的。所以伫这中间，伊对最后两项伊讲什么？伊讲我破病的时，恁安那来看顾我；我互关伫家年的时，恁来找我。你听姊妹，这是一个真正要紧的关键，因为犹太人甲破病甲关伫家呢，甲一个真正要紧一个字有关系是啥物？是甲罪有关啦。若甲罪有关，得罪上帝，得罪人，迄个甲罪有关的是罪，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啊隔绝。罪的代价是啥物？是死。迄个死是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的隔绝，这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耶稣在伫迄个中间讲，我破病的时，恁来看顾我。无因为我有罪，因为伊罪甲病是同一个，因是同一个根，所以伫迄中间有迄个罪，才会导致迄个病。所以伫这个中间，咱看见，咱今仔日嘛真侪见证，真侪破病是甲这个私欲、甲罪这个问题有关。所以伫迄中间咧讲到这个是，迄是灵性的要求。所以耶稣咧讲起迄个义人甲即个不义的人，迄个差别是啥物？对这个需求、肉体的、心灵的、灵性的会欠缺甲需要的是，这个义人甲耶稣应上，讲主啊，阮是毋是看见你巴肚也互你食？因捌看到无？毋捌啦。所以阮拢无做出来代志。这6项你讲，这3项这要无3种要无，阮拢无做到。你竟然甲阮讲阮做这个，所以对无做，互耶稣讲安尼时，若是你的是你的心内安那，足欢喜是无？歹势会惊，你敢知？我无做，耶稣都甲讲讲安尼这到底是啥意思咧？所以伫迄中间，耶稣用一个结论甲伊讲什么？讲恁既然是行伊伫智美社中间的一个，就是行伫我的身上。
所以耶稣基督看见遐个软弱失丧的人最上要紧。所以伫这中间，要有对策，一个真正要紧的工作，就是咧针对这三项无共款的心、灵，心、灵三个无共款的要务提出对策。咱第一个对策，就是伫讲起迄个身躯肉体会欠缺时，这个要务对策嘛有食物银行。台湾即摆拢总吼要饿死人的机会吼，实际上啊呐，愈来愈啊呐，愈来愈无可能。我甲恁报告一项，因为咱台湾拢总有1800几个食物银行的据点，分散伫台湾各所在。我要甲咱讲一项，伫这中间高雄有一个叫做高雄慈善总会，毋知咱知无？叫做高慈总，伫台湾高雄做足好的工作。咱的教会若需要加入这个慈总协会哦，嘛会通得到这资源。总是伫这阮伫创这个食物银行的时阵哦，我甲台中的红十字会总干事啊，甲咱有一个叫做陈坚志牧师，毋知咱无说你？陈坚志牧师哦，这是对台湾走入美国，然后成立一个全民银行，所以台湾这嘛有一个全民银行，全民食物银行。阮三个开始讲，这个食物银行哦，若无整合哦。我做我的，你做我的哦。咱大家做咱家己的哦。其实物资变做有真侪浪费，所以要安怎样甲整合做伙？所以阮开始研究这个是成立一个叫做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即马已经甲即马真侪农委会、农粮署等等这单位哦，拢委托这个合会啊联谊会，成做资源分配的一个要紧的点。所以这中间要无对策，嘛针对这个问题，得想讲要安怎去帮助更较侪人，互遐较侪人会通得到资源。总是台湾要有饿死人。我伫台东新港的时离开了后，有人甲我报告讲，牧师啊，真凄惨哦！迄山顶哦有3个人哦，伫你离开了后，当然毋是因为我缘故啦，所以讲你离开了后，就我底下发生这代志，有3个老人哦。伫山顶的了啊死无人知。死的原因是啥物？枵死，因为年老行动不便，破病无法度出来做工课，嘛无法度讨食，佫无人，上要紧是啥物？无人教育，无人关心，无人注意，所以到有一天讲，这个无米人咱拢无看的人，去看嘛来时，已经死去啊，甚至变白骨啦。所以你听姊妹，台湾要饿死人，若照食物银行的分布，实在是真困难。总是所欠缺要有饿死人的原因是啥物？因为无人去关心，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这食物银行了后，阮要有另外咧帮助这伫在地，或者有寡偏乡甲原乡，或者囡仔的问题，伫遐环境无好，学习环境无好的中间。因为学习的能力叫做低学旧，所以伫这个囡仔感觉真正无路用，所以阮阁派老师去伫迄个所在去教艺术的创作。阮叫做创意班，是艺术的艺，毋是意见的意，因为是 innovation， 是创意班。你要帮助这囡仔去学习，对互因去开阔因对艺术的看法。伫有人建议讲，牧师无咱来甲创迄个儿童合唱团。总是遐无老师，咱就无法度去创这个。总是伫迄中间，阮成立，即摆目前有2个，迄个叫做饥饿小学堂，就是帮咱教会成立课辅班、创意班等等这个活动，鼓励遐囡仔，互因伫读册、伫艺术的创作、伫生活顶面有人去关心，特别真侪拢是外配的囡仔。所以伫这中间，这个工课拢诚侪，咱面对这个迄个要务的一个问题所做，咱国内的工课。总是另外有一个真正要紧的工课，就是我伫福利会时代，就开始办一个真要紧的活动，就是志工训练、志工训练。我伫台湾拢总办120几场的训练，所以伫这个过去10几年久的中间，拢总有5000几个人参加做基督精兵的训练。中间有1/10是未信者，
所以伫这中间，只会若缺一个课程，歹势，咱无发迄个证书互伊，嘛无要甲伊申请迄个服务记录册，政府的认证啊。所以拢总差不多将近4000个人有这个认证。总是我移交了后，后壁的人讲啊，牧师啊，这歹势，这我都袂晓做，因为我的文书都毋是这，所以全拢停掉去。啊，其中一项，我感觉非常要紧，就是伫迄个莫拉克台风的时，咱捌经历对无？所以伫莫拉克台风的时吼，我去到伫基山救灾，有一个志工，嘛是伫我迄个时代训练出来的志工，一个牧师过去甲一个老人讲啥物？讲啊，你有啥物损失无？这个老人甲伊讲有啊，啊我的厝落去哦，土石流流去啊，啊阮某袂赴吼，走袂赴安那，嘛顺续对去啊。啊，这个志工甲伊讲，就是可能伤紧张啦。啊，你有足伤心无？啊，咱拢会笑对无？啊，总是伫迄个时阵会笑袂？笑袂出来。啊，我就是深深知影，志工会通对神敌走来到迄个所在咧救灾，伊有够个疼心来无？若无疼心会来袂？袂来。若无热情会来袂？袂来。总是伊欠缺一项是啥物？专业的技术。变成伫这个人咧伤心、拄着灾难、死事的中间，变成去帮助迄个人、安慰迄个人。你讲伊讲迄句话得到安慰无？无呢，袂出亲自一支刀啊啦，佫甲伊围落去。所以对过当当开始，我开始办危机灾难的悲伤辅导。啊了后，佫加上啥物？灵性的关怀，就是临终的关怀。所以伫迄个中间训练到今仔日差不多将近800个人参加过这个训练，但还无对策，因为原来老母的机构无要做啊，所以这个伫福利会所筹备即成立的这个协会，啊，这个当理事有诶，就是伫还无对策做理事嘛吼，所以伊就甲我讲，牧师啊，伊若毋做吼，啊，你假请教授无，你继续做，所以阮继续做，伫这个泰鲁格号发生问题时，阮随时通知因讲，若有受灾的人，你的家族若欢喜来训练，啊，也是你的教会若有人，也是你的社区有人，啊，你的教会牧师会人来免费参加这个训练，互遐个伫危机灾难中间的人，真正得到心理上的安慰甲帮助，迄个陪伴的训练。所以，阮设定一个目标，就是第一个是啥？传教教父。伫新人医受真侪训练，总是即种的训练伫新人医哦，敢若一个牧会协谈吼，迄个3学分吼，安尼就结束啊，有够额无？我相信在座真侪人知影讲无够额，所以伫迄中间，咱当中对10点钟变做60点钟，即马变做72点钟，甚至到80点钟的训练，即马到对旧年开始，阮变做156点钟的训练。真正硬斗，总是还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来到迄个训练。双连教会为着这个缘故，因感觉讲这个事工真要紧，所以甲讲牧师，若是还无对策所着需要用到的教室，只要来台北的吼，你拢免客气，你规年度爱用到教室的时间，啊甲需要的大小，拢甲我讲，阮双连教会全力支持。所以伫迄中间，伊若敢提供免费提供教室，搁伫受难日的圣餐主日的时啊，甲讲牧师，阮为着要无对策，伫迄个暗要服的。所以伫遐做我真正感动，就讲，伫做这的时，对兄弟姊妹的鼓励、教会的鼓励，互我感觉讲啦，虽然是退休啊，真侪人退休就是吃喝玩乐的代表。所以我感觉，伫食遮济岁，还佫会通为主做工。体制虽然退休，总是咱伫上帝国的顶面有退休无？无啦。我讲伫这么济岁的时阵，还会通为主做工，那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伫这中间咱看去，迄个这是一个项，总是咱伫最近伫这2、3冬，因为这协会成立正式的登记，诚做社团法人，不过是4冬5冬那尔。总是咱伫旧年开始。已经议决一个真正要紧，
我今日特别爱呼吁咱兄弟来支持这个事工，就是咱看见真侪非洲、真侪落后的国家、经济歹的国家，农业的技术真正歹的国家，因面对的问题是啥物？是枵餓的问题。台湾餓袂，若有人关心餓袂死。总是伫非洲6秒鐘的中間，有一個囡仔因為枵餓來死。非洲攏總53個國家，伫遮爾大面積的中間，6秒鐘一個紅嬰仔，一個囡仔死去，什麼原因？無能通食。老母無能通飼囝是什麼原因？因為無物件通食，營養無夠，所以老母就渴死，囡仔敢飼會活，飼袂活。所以伫這中間枵餓對策內底。有一個真正大的呼聲，即個呼聲啦，的嚎叫，就是啥物？講台灣是一個真正勇的一個國家，迄、個勇是啥物？農業非常發達，農業真正發達，所以真正人來到台灣的時，第一項攏要看農業，因為農業是枵餓肉體的枵餓上個要緊的第一關。總是給魚吃，不如叫它怎麼樣？釣魚啊！問題是魚池內底就無魚啊！你解釣路用無？無路用啦。所以伫這中間，我甲遮個理事三甲建議一下，講台灣既然大家咱嘛有迄個本錢，嘛有迄個材料，所以咱要做。所以大家講愛做，所以咱愛做要安怎做？所以對去年開始，咱建議一個案，就是接納2個對遮個落伍的國家。即個枵餓對策的機構，因寫計劃講，阮要安怎推動農業的發展。然後送2個學生來到台灣，咱即擺甲中興大學在講即個合作的代志。中興大學，嘛甲屏科大，所以伫這中間就是講，因來台灣的時候，咱台灣配合一個囡仔，所以我鼓勵，為什麼我甲有個教會講，你台語長講就好啊啦，你迄華語的少年無幾個，唔免。所以我。少年仔佫較要緊，大人最要緊，總是少年仔要緊啊！就是少年仔，就是咱這邊呼調，其中有一個學生嘛去讀農業，農業經濟也好，農業技術也好，伫迄個中間促成咱國內的農業會通持續 sustainable。伊個計劃若 available，就是有效、有積極、有效，安尼咱會通幫助遐個國家。總是為着要避免因安尼凊彩寫寫的吼。所以咱家講吼，你上迄個計劃來時，順續甲2個囡仔，你要推薦個囡仔的資料上來。咱審核了後，看講妥當了後，毋是安尼就夠額。咱佇中央研究院有一個資深的研究員，伊是誠做咱的理事，甲中興大學教授，就是伫遐接納因的報告研究計劃了後，咱就這專家啦，就到佇迄個國家。去實際上去看因到底安怎做，到底有啥物款的困難，咱有啥物資源會通甲伊鬥下手。所以我甲中興大學講遮個是中興大學的農業副院長，拄啊是基督徒，伊會真濟同工嘛，真歡喜講，這個工作真好真好，所以嘛真歡喜做這個代志。所以透過安尼會通幫助因。到另外一項，我會邀請咱的教會，誠做這個策略聯盟的一個真個要緊的成員。因為咱佇暑假的時，就找這個囡仔，咱的學生、咱的青年，也是咱的專業的工作者，組成國際志工隊和中興大學學生，組成志工隊，到佇迄個國家去幫助因做事，佇迄個中間做福音的事工。所以，讓咱的教會誠做開闊這個青年，開闊咱的眼光，看見迄個真正什麼是實際，看見迄個實況。愛通激發因更較大的心志，歡喜為主來做更較濟工作。所以伫個中間，這個計劃毋是干那短期間那點，因為對第1年開始3個入來，咱的預算就愛120萬。真濟人甲講，遐濟錢哦。所以我講吼，咱台灣啊一個囡仔送去國外讀冊，1年愛偌濟，恁知無？到佇美國、到佇歐洲、到佇波蘭，1年攏超過100萬。咱3個囡仔120萬，全額總共120萬，包括非洲來的遐來回機票，安尼120萬，安尼貴啊俗，俗。我咱的教會，咱人，咱啊找10間教會，一間教會若1個月通支持1萬，
一年一个月的人拢总偌济，10万对无？啊，12个月是偌济？120万。我是第一年哦，今年开始哦，到明年哦，找10间，因为迄是对2023年开始就入去入来。安尼，今年到明年要找互变对无？啊，然后到伫明年的时哦，后年的时我就搁找过落迄年的，搁10个单位。啊，三到做的斗力的时，其实咱所做，咱若讲教会袂当编这个预算，总是咱来人讲哦，这个教会负责10万块、12万块，安尼来的时哦，若搁找10个人，一个月剩偌济？剩1000块，10个人1000块，一个月偌济？就1万块嘛。啊，咱就通真做聚沙成塔，所以伫这中间，咱伫奉献地后壁哦，有迄个信用卡的授权书，啊，咱会当伫迄个中间小额捐款哦，100块、200块，聚沙就会当哪成塔，或这个时间会通持续，会当 sustainable， 会当持续落去，啊，会通透过安尼来帮助真侪只非洲、真侪只落伍国家、经济真歹的国家。互因的发展会通真具体的，咱一步一步陪伴因，三到伫迄个中间来发展农业，互因的百姓有物件通食。因为福音是啥物？好消息，枵餓的人得到饱，水大的人得到止渴，互遐心靈喪向艱苦的人會通得到安慰甲幫助。以賽亞書61章講啥物？講上主差遣我。真侪什物？真侪遐个事迹，真侪伊个事迹，互遐个悲伤的人得到啥？得到安慰；互遐个关的人、关监的人得到头发；互遐个受捆绑的人得到头发。你哋兄姊妹，今日咱会通做的工课，虽然是减载咱的气力小可，所以当咱欢喜三甲斗力做伙来促成这个事工的时，咱的教会要伫这中间得到更较大的祝福。咱参与这个事工的时，我相信上帝嘛要亲像主耶稣甲遐个义人讲，今仔日会通甲我3到5分伫天国为着咱备办的宴席。愿上帝施恩赐予咱3个阿达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对你的话得到激励，求主你继续引带带领，互阮真正伫得时不得时，不论我的气力多甲少，拢是对上帝你所领受的时，阮就将这个分伫遐个欠缺、需要、丧向的人。愿主你施恩赐福伫阮正大家，互阮有更较大的听心，通实践主你的呼召，来完成主你的教示。互阮伫你的面前，真侪好搁尽忠的奴仆，得到主你的感纳。伫你面前感恩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回应诗374首，回应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得叫，请起立念全首。哦。
这咱永远徛伫，咱来为着邀歌对策协会咧做解决这邀歌的问题因的需要、因的欠缺，求主补满，也当兴起更较侪这的志工参与伫这个真伫圣经内面，咱的主耶稣讲，咱若做伫至美世一个，就是做伫主的身躯顶。咱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嘛为着咱伫台湾。因为这疫情拄着艰苦的人祈祷，嘛为着这个城中城火灾死失受伤的人来祈祷，为着世界因为战乱伫艰苦中的特别这个宣教师伫危险中的咱拢为因祈祷，为着咱教会伫过来有新生命工作，咱也幸福小组，望较侪灵魂会当受割。进入伊的盛会，为着咱迎至70周年，做这个事工的筹备也献上祈祷。为着感恩节圣诞节，咱要迎至，也有这无论是布置，还是咱所要办的活动，求主也祝福。为着软弱的肢体，献上代祷。像这你有啥物款的祈祷，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出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你所赐福的主日，主啊，阮今日特别是迎起邀歌对策的主日，主啊，透过邀歌对策协会，欢喜互台湾的妇女会当成做列国的祝福，特别是为着遐个，还搁伫颂扬邀歌中间，有侪人因的无物件人者来死失，特别有真侪细囝来死失，伫非洲伫侪颂扬的国家。主啊，求你唤起兄弟姊妹听心，因为这是你所吩咐，阮也做伊伫这个至美世，主你要欢喜阮，你要感动阮，你也要祝福阮，求你也祝福伫这个协会所做的工，甲詹牧师，甲你协会三甲弟，主啊，阮也为着，阮看见世界有真侪意外真侪灾难，主啊，为着台湾因为这个城中城的火灾。做者死失、后续一切处理，求你带领。主啊，阮也为着这个疫情，主啊，恳求你帮助，会当赶紧来资助，互阮会当恢复一切正常的生活。主啊，阮为着伫阿富汗、伫缅甸、伫这个所在，因为战乱，主啊，毋但拄着死失，社会动乱，主啊，经济衰退，人的生活歹过，有一个基督徒也受杀害。为了宣教士也拄着危险，主啊，你怜悯，求你看顾，求你帮助，教阮三甲弟弟。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也为着教会祈祷，互教会伫这个阮要迎至感恩节、圣诞节，主啊，阮会当所有报道的事工有好的收获，有侪这灵魂的得救，会当进入你的圣会。主啊，你赐福阮这福长，阮这同工服侍同工。为了这无道友，主啊，求你引带帮助，会当进入你的圣会。现在主耶稣带领你的教会，明年也要迎你70周年，互阮会当开拓教会，互阮会当广阔上帝你的国度。主啊，你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将软弱的肢体拢仰望你。主啊，你以你的手伫的身躯顶。主啊，为着周游死亡姊妹，为着过翠萍姊妹，招青文兄弟。主啊，刘启同学，主啊，为着谢小龙姊妹，主啊，已经煞世间的劳苦，求你也安慰慰足
求你帮咱带领甲因三甲比例。主啊，阮也为着国宾兄弟仰望你。主啊，特别潘牧师娘，主啊，伊身躯已经出院伫厝，互伊会当好诶恢复。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诶殿中敬拜，阮也会当领受侪侪好诶信息，知影主你互阮伫世间，就是将使命交代阮，那大使命也大改变。主啊，阮毋若爱关心人灵魂的得救，也会当关心人生活，会当得到教义的供应。主啊，求你施恩赐福，透过各种的方式，互人的灵魂体拢会当得到形成，互人伫世间的日子拢会当见证上帝，你是听阮的上帝，你是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来经历耶和华上帝是为着阮陪伴一切上帝。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献上祈祷，求你感纳阮的恳求，祝福兄弟姊妹心心灵拢勇壮。头前的道路满你的祝福，愿献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请咱的祭司来收奉献。即咱有即个奉献录吼，特别为了即个遥无对策的主日，望咱所献上的，诚做因事工的祝福，请咱的祭司来收奉献。后头詹牧师嘛报告，咱会当毋若去今仔日，咱会当透过真侪方式来帮助恁，毋望透过你所做的，实实在在互要过的人会当得到帮助。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感谢主啊！你清楚甲阮讲，好人的是有福气的。主啊，愿阮的奉献会当拿芳芳的坐，到伫你的面头前，得到你的欢喜，得到你的感纳。主也要将一切平安喜乐赏赐予伊的种囝儿。主啊，就是阮这份受恩的囝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性命。阿门。祝福车庆。就车建386首。请牧师，他恁通平安去，有圣神伫恁的内面带领恁，互恁会当成做耶稣基督听的使者。是啊。互夭寿的人会当得到饱，阿门。水大的人得到止渴，阿门。是啊。无啥人穿的，恁互因穿。破病恁去看，为因祈祷。伫今年，恁也去探，
恁做伫姊妹世一个，就是做伫主的身躯顶。主要欢喜恁，要感染恁，要将创世以来福气赏赐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三甲彼得，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灭道避讳。